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跋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受困战多名客，经过所合未分出胜败。多名客终然陷在险境路。这名人如不分令众徒虐杀暹罗文之徒。暹罗文的掌门人王世福甲吴果极力应付鲁不坤。双方形成混战的局面。这个时阵，吴果看情况不妙，及时退避。啊，退啊！对！停！这个所在有安排新别机关，千万唔通入去丧事。来人啊！团困住暹罗门，不可放松。请。怎么样呢？防务段强人独探就业，机车完事当自凭万分的焦急。安怎啦？你莫怀啊！我你三个用钱为了好，英雄你唔是英雄厉害呢？你啥？超狂邪连轮呢？大下呢啊！赶紧用拼的啦，拼坏啊！啊好啊，我用拼较紧啊！等下啊，若要上山教我就好。师啊，你去休困啊，这用我都教啊你咧。大汉呢？你不应该来这个所在啊！啊，迄话唔是安尼讲啦，等下真假仙哦，伊会讲互你听啦。师啊，你去休息啊！大汉的，你都要小心，我知啦。喂，你这个大笨猪，你敢来替死？啊，恁若怕我会死，啊，阮师才投降，煞来去显面，互恁看真面目啦。啊，你若怕我袂死，通通拢爱拜我为师。哈哈哈哈哈！多明客你有听的吼？大汉的你啊，稳的啦，稳的啦，嘿啦，我明个啊，嘿，唔是大张黄的啦，你稳的就对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安尼好，讲啊！四小以为用东段功夫，都可能打败大汉的。呀哈！四小却被大汉的拍得东倒西歪，四小徛做四个头，特别使出披风忍落。这个时阵的多明客看得冷汗直流，真假仙全身发颤，惊甲老腰，披风忍坐出路。大汉的全身震动，金光四射。披风忍被了金光打中，归还头颅，又强又快，四手闪避不及。
受二死二伤，望风之传。敢若亲像走马灯呢？苍天有眼啊！戆人有戆福，因阿妈咧大头壳。我运动迄个罗汉气功，你是无看到是无？我目睭拢黑黑，拢唔敢看你咧。饭桶，大汉诶，这部功夫毋是我教的哦。阮厝后遐一间土地公庙啊，招世经啊，有一个乞食吼，安尼太高烂路，咧面吼定笑嘻嘻，伊吼不管是拢用这部去拍内hiệu，啥有内hiệu？都伫咧空中伫咧飞咧，业家啊囝向的内hiệu啊，毋是啦，迄个闹鹰啦，阮拢讲内hiệu啦，内hiệu你去内hiệu，伊若用伊步咧拍内hiệu哦，好足准的啦，伫半空中就叫射落来，飞禽走兽若见到伊的金光，拢嘛叫射落来，好偌厉害咧，我一步一步拢扣起来啦，伊是好牌艺人呢。我想讲伊迄是乞食吼，我定定伫要摕饭去互食，都无看人啊咧，骨仔厝拢嘛是安尼啦。我也无问伊的名姓，伊也拢无开口讲半句话啊啦。真是山山有名好，处处有灵人呐。真吉先，你是怎样带大汉来这个所在呢？你学弟就讲吼，当咧孙花香咧想花孙啊，我讲你念迄无安怎啦？你迄武功遐尼好，因着爱认真发挥。伊就讲吼，伊要拍倒闪光林啦，煞来去要想这个，做尔偏风凛起啦，若假使会当拍倒闪光林，偏风凛，煞来去拍倒鲁伯君，你就会拜为师，煞来去王亚人嘛共款咧要拜为师呢。希望大汉的用字不明，尽守杀戒。袂啦，我若拍死人，拢嘛为着保护家己，也为着救别人，毋则会开杀。袂用哩，千万毋通开杀。好啦。你咧讲的话，我拢句句甲你记在我的头壳内。真吉先，我有事伫要办，大汉的交代互你吼，告别咯。恁师傅后来互我哦，我若叫你安怎就是安怎，我代表恁师傅，恁拢袂使恁放任哦。好啦，我拢听你的啦，我因来水险红人。天兵啊，天兵啊，你有伫咧招下来啊无啊？段枪林啊，天兵啊，段枪林啊，营长啊，天兵向倒结束，我就要甲伊看卖呢。唔通，危险啦！千万唔通入去龙险哦，姑娘，你这个书生是？我姓名不略。人称银影秀才，秀才，秀才，你可伫前招下来有啥物秘密吗？恁特别落招下来有啥物目的啊？段枪人在内面啊。段枪人为什么要冒险探招险呢？为着特别探索鲁伯君的真相啊！段枪人永远不能甲你见面哦，是不？秀才，稍等下。银影秀才一定了解招下来的秘密啦。对。鲁伯君出现，特别向朱平甲婉儿下毒手咯。寺庙圣寿无疆，圣寿。哼，官道该死！妖怪啊！你这个妖怪，害人精！寺庙，这里唔通杀我营长啦！拜托咧，唔通杀我营长啦！呀！鲁伯君，你真残忍！鲁伯君，你真残忍啊！
我死不要紧，千千万万你唔能害死段强林，你唔能害死段强林啊！你永远无可能见到段强林咯。段强林已经进入我香炉宫咯。在接下来，段强人全然知影，就系我婉儿甲朱平作无不幸。段强人一心一意，要找吕伯君为殷殷报仇。我为何阁走出来呢？难道就会来要像向东水楼台这种风景吗？奇怪，当段强人在议问的时阵，阵阵的香味扑鼻，远远传来隐隐的歌声。美丽歌声，就将段强人引入梦境咯。天兵，你为我伤心至极咯。我最后一次熬红日昏迷，然后阴影所在是凉风滴入我病体。天兵，你唔免疑问啦，咱是青梅竹马的情侣，绝对我袂骗你啊！好佳哉，我也未甲婉儿进洞房呢。相公，茵茵，相公，这个所在就是你我的小天地，拢总无别人会当甲咱惊扰。相公，你看卖咧，面头前迄个宫就是香炉宫，是咱的洞房之地啊！茵茵啊，我得要放弃流浪，我永远踮这个所在甲你共度此生。多谢啊，我真欢喜。段强人当茵茵倒怀送炮，柔情蜜意，双双进洞房咯。冷酷无情，为了段强人进洞房，使闪光人和将军，为了这个代志，必须闪光人大转变咯。小心啊！闪光人换红了，红红大汉山啊！靠呀我，你要点点啦啊！你是讲啥话呢啊？你若讲这个闪光人大开杀，安尼中原军舰惨兮兮，一定会死了了。我跟你讲啦，
你我老女啊，你遐敢有3箍？我都知咧，这句你一定会讲的，啦，提起啦。免呀！相公人隆中专门杀我东混勇，而且是女博官有看人的人了。恁娘我几啊，你若半句虚言，绝不宽恕。嘿，我绝对无用啦！我带你去扛一扛，面子闹。安尼好，洗刷。哼，行。青海公之师剑南风孙了大队，特别再攻咸罗门，咸攻人那路。呀，他！相逢形成乌饼乌，拼得如火如荼。我的话吼，安尼甲你证实啦吼，老三你有坏吼。嘿呀，这个其中比你严格呢。这是在机关坑的成果呢。恁拢免去疑问啦，我一定会探听你真相路流啦。我过来个探听看卖啊你。扛一扛本知道。一球打出千里过，一卡斩乱万枪夺，兵多。多翁落红坡事业，变啦！相公人还变啦！乱讲啊！对卢伯君忠心耿耿的相公人，哪有可能会叛变？哼！你真该死啊你！文子你有所不知啊！你若无赶紧调集大队来封闭。连你也是同款的比略啊！来人啊！将600千3甲这水尾多人给我压金！遵命。来人啊！去家找相公人来！遵命。相公人，你怎样有叛变的行动啊？我反对一个人，并不是反对咱的族人啊！你到底是反对谁呢？卢伯君，胡说！你反对卢伯君为何杀害无辜呢？因都是唔听我的话，所以该死了。你谁来听看卖哩？忠情听说。哈哈哈哈哈！卢伯君引诱你，没错。卢伯君当作我是杀人的工具，以前说过爱我，又讲特别使卢新良甲我结亲。结果全部实现，卢伯君是迷乱敌人的断肠人，不但如此，杀了多地朱婉仪甲朱平，然后化为世界阴影，当断肠人进东邦。胡说！你破坏卢伯君的形象来啊！哼！你无相信我的话，该死啊！专派又捉有着蒋公人的手下咯。姑娘小野咯，你美若仙子，令人为你痴醉啊！甜言蜜语虽完美，但我心生恐惧啊！安心啦，我是富家子弟，现在我不求衣食住行。只欠美娇娘一个，望姑娘三思之后答应我的求婚。这5串的金书，请你给我收起来吧。你不是要在这个如云楼过夜吗？今夜让你冷静思虑，希望明日得到佳音，暂别咯。这个人实在袂歹，可算是人人君子。又搁一表人才，多明客唔知是素颜无掩饰咧，令我陷入误里误中啊！大姐，大姐，小爷咯，
杜明启有对你透露什么吗？阿姐，杜明启过一天倒来一厝，好像有在爱我的款哦，有可能吗？阿姐，你放心啦，我坚守原则，一定为阿姐探出伊是毋是苏彦文啊。苏彦文，是啦，阿姐，苏彦文以前对你如何呢？苏彦文亲像一个人影，当你对伊的时候，伊跑在你的前面；当你倒塌的时候，伊却紧对你不舍。是啦，人影甲你终生寸步不离，看起来你总是袂孤独啊！不管是人对影，或是影对人，唯一的主要就是前后总有一个强烈的光源，或者有一拍的明灯。安尼我来做一拍明灯啦吼，总是言之，我来为恁撮合啊。但是希望杜明启就是苏彦文。你要注意啦，我知。你要注意就是迄个秀才，你对伊爱特别小心哦。我知影，暂别。小叶咯，你想了解我的真相吗？当你特别了解我之前，我特别拜托一件事，你赶紧探出阴影秀才是男或是女。如果探得出，我就会显出庐山真面目。大丈夫国不食言哦。是，我绝对无骗你，但是你要给我正确的消息，请。我特别答应你的求亲啊！阴影秀才，你是我的相公啊！你咧追心？无啦，无醉啦。我要搁啉哦吼，咱来啉一个痛痛快快的。你是我的娘囝，你真正伫咧爱我吗？是啦，我绝对无爱第二个啦。杜明启有甲你同床过吗？哎呀，同床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哈，哼，我是卖面无卖身、修身之玉的姑娘呢。杜明启甲你困的时阵有介意脱无吗？有啊。哦，要哪安尼？要来啉酒啦！你定定讲话讲很多。好啊，来啊，赶紧再敬酒啊！哦，敬酒哦。小夜路辞了基地，阴影秀才也有相当的准备，形成先拼先的局面咯。来！我闪光人，我特别甲全鲁国军甲总警一个秘密，请大家对我来，汇集南阳城吧！先角，万高的先角向南阳城出发咯！杀手！无白的杀手特别对杀闪光人咯！无敌杀手大金星，红鲁国军一名特别低调闪光人，转变，360度大转变，高度人物特别甲穿乌帽，请看高调的好戏，苏彦文一路神勇。